在地新闻，过37天就要选举了。亲民党的总统候选人宋楚瑜到录音室去录竞选的歌曲，这条合作人咧做，天咧看。一开始这个音无真准，伊唱讲也是做省长较简单。 高楼面上，宋楚瑜唱歌为竞选歌曲，人伫做，天伫看，亲身配唱。我觉得还是做省长比较容易，唱歌比较难呢。不会。都开始音抓袂准，不过老师一个教，宋楚瑜是愈唱愈欢喜。我同情歌革命，都在击败到底面。每到大众的场合里面，我们都要唱条歌。我还不止唱这一条，还有我们都是一家人，也会唱过。表现出自信，宋楚瑜面对对手韩国瑜讲，伊甲赖清德、郭文天是被害三兄弟啊，伊嘛警惕韩国瑜。不招人忌是庸才，是不被人黑啊，是什么？是蠢材。跟着我去拼搏，热血沸腾不退缩。 竞选歌曲大车拼，韩国瑜推出《遥眼那天》，串文冒灭火器角团伫坐镇。死去是恁甲阮好的命。就看倒一首的竞选歌曲，互选民较好唱，达到宣传的目的，吸引更较侪选票。